有请。嘿，大家好，我是 YouTuber。哇，今天啊，我要为大家介绍到一位特别来宾，就是立新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月豪，王执行长。大家好。执行长，我有问题要请教你啦。是我之前有做测验，结果社会支持度很低，生活圈很狭窄，还说我自我中心。我该不会是恐怖情人吧？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些恐怖情人的一个征兆，大部分都是因为过于极端了。过于极端，所以真的有人会这样子吗？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这个爱情就是成为他的一个重心，过于依赖一个他的情人，那他就会得失心很重，会很害怕失去他，所以因此他可能会产生很强的一个控制欲。那什么是控制欲呢？像有一些他会连一些穿着打扮，他会干预，比如说，你穿这么辣，你是不是想要去勾引谁啊？或者是夺命连环扣，随时随地都在查勤，想要掌握行踪。那我想，其实这个都是想要去掌控对方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手段。听起来好像是很极端哎，可是真的有人会这样子吗？我想这阵子应该我们常常听到情绪勒索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用这个以爱之名，就是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比如说，行踪的掌握是因为我太担心你了，所以我要掌握你的行踪，来确认你的安全。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的一个部分，他甚至是会用这个自杀啦、轻生的一个方式，伤害自己的方式，是不是？对，会是说，你看我爱你超过我的这个生命，所以来控制是，对方不能离开你。可是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改过，或者是去排解情绪，那该怎么办呢？很重要，事实上是要扩大自己的一个生活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建立跟发展很重要，可是我们一定也要有这个普通朋友的一个关系，那不要让自己孤立。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避免这个恐怖情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说自我认识、自我探索，然后就是尊重对方。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两个人相处啊，就是要彼此互相尊重，而且要平等的沟通，就可以尽量调整两个人的关系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是，没错。那万一如果很不幸呢？你或者是你的朋友真的遇到了恐怖情人，该怎么办呢？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去求助这个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一个人员。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不小心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是自己的这个家人的一个生命的安全。如果去谈分手的时候，绝对不要去刺激对方。这个谈判的一个地方，也绝对不要是在这个私密的空间。这些事前很多的考虑，也都要是你对对方的一个个性啦，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去找出可行的一个方式。那我们都希望是我们在这亲密关系当中是互相学习跟成长，而不是伤害。好，今天真的很谢谢执行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阿爸，有请，我们下次再见喽。